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继续罢工、罢市、罢课，影响到地铁的交通。有网友号召中环快闪，却引起警民冲突。蔡透如传播参选2020年总统，强调家己是为了延续郭台铭的理念才出来选的。10月初，伫咧香港抢劫涉入的台湾嫌犯，警方也已经抓到啊，也已经甲声压。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香港的情势。香港罢工、罢市、罢课已经到了第3天，在今仔日，香港东铁线是全部停驶，西线有的站也受到影响。中道有网友号召，搁一摆的中环快闪，却引起警民冲突。香港警方表示，12迄天拢总发射1567粒的催泪弹，1312粒的手零枪支，也掠到142个人，年龄伫咧14到50岁之间。有香港媒体报道，听教人员会正做头一批的特务警察，而且上紧在这礼拜就会安排。香港3罢已经第3天，中道网友搁一摆号召中环快闪，民众伫咧路里扛真侪砖仔到。下晡1点外，一个查甫人向去互警方压伫咧涂骹，而且目缩大，伊的面规个拢是血，这个举动嘛引起现场民众大声骂讲警察是杀人犯。警民甲示威者对峙，警方小连续掠真侪示威者，防暴警察伫咧中环交易广场的天桥面顶甲人赶离开，而且制服真侪人。13早起，网友发起新义行动，呼吁要互全港18区开会。加摆警察嘛就伫咧重要路口伫等待，啊，毋过新界东铁线全面停驶，西铁线嘛袂顶袂动，警民伫地铁站发生冲突，警方对民众来抓号召喷雾。香港警方伫咧下晡的记者会证实，12总共发射1567粒的催泪弹，1312发的手零枪支，嘛掠142个人，年岁伫咧14至50岁之间。面对香港的局势，香港政府坚持用暴力来停止动乱。有香港媒体报道，天教人员会变做第一批的特务警察，而且上紧伫这礼拜就会落实安排。对这个代志，警方回应讲，特首有权利会当安排。涉嫌嘅罪行包括非法集結、藏有攻擊性武器、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刑事毀壞、襲警、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同埋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等等。中聯辦12時發出聲明，表示講暴力違法的分子破壞活動全面升級，會予因上強烈的譴責，而且強調講支持特區政府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停止暴亂，要依法甲犯人抓起來。聲明嘛表示，5個月以來大規模違法暴力的行為已經把香港殺到真危險的地步，而且強調講香港警方甲司法機關必須要遵守法治的原則，會堅持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強烈打擊違法暴力的行為甲恐怖分子。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示威的戰場也拖到大學的校園內，連續2天攏發生衝突，包括中文大學、浸會大學透早攏有學生自首，防止香港警察撞入去。是因為伫咧昨香港警察伫咧中文大學發射57粒的催淚彈加手零槍支，佮出動水炮車來驅離民眾，互校園未使變作是戰地。香港大專學界也發表聲明，批評當權者無看重學生的訴求，校園佮故在親像起射警察，互校園變作是歷史天安門事件。不過，保安局長李家超也回應講，香港無法外之地，包括大學在內。教育部下晡也宣布講，明仔載香港嘅學校是全部停課。香港浸會大學4科位仔路口囤真濟物件，示威者分工合作，利用磚仔角插綁欄杆來起路障。啊，毋過防暴警察趕快是衝破防線來掠示威者。抗爭行動拖到大學校園，伫咧中文大學有示威者為着要預防警察佫一擺走入來，規暝上伫咧學校，嘛因為12暗時中大變作戰場，互各界掣一著。香港警察發射千萬粒催淚彈甲手零槍支，佮出動水炮車來驅離示威民眾，等汽油彈來反抗。中大校長段宗埭嘛來現場想要甲警方講和，毋但去用機槍，佮去用催淚彈引着，這場衝突造成60外個人受傷。香港大專學界發表聲明，批評當權者無顧學生的訴求，學校佮記載武警來中演歷史事件。不過香港警察回應講，依據學校內底執法是依法辦事。香港任何地方
都受香港嘅法律嘅規管，冇一笪地方，包括大學，係法外之地。所以任何人如果喺香港嘅地方犯法，警方係有法定責任，一定要採取行動。李家超表示，警方動用適當嘅武力來控制現場嘅狀況，不利個中大校方甲學生會，再去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警方無所在令到入喺學校內底。警方係冇話要去搜查任何嘅宿舍啊等等嘅，咁但係佢哋就不斷係有意無意咁樣就特登係行入去中大嘅範圍裏。示威者嘅衝突是愈來愈激烈，原本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會凊彩停止訴訟嘅活動，則未來順示威者已引起教育界批評。了後教育局是發出公告，因為考慮到安全嘅關係，宣布全港嘅學校，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還有特殊學校，暫時停課一天。另外媒體報道，香港警察安排水警巡護送中大中國學生，還有因嘅親人，不過必須愛有中國身份證才會當來坐船。香港警察證實是因為安全問題，才會來護送想要離開學校嘅中國學生。記者綜合報道。根據到上新嘅消息，香港嘅校園也變做是警民衝突嘅所在。陸委會駐香港辦事處已經協調飛行機幫，在임案有126名喺香港讀冊嘅台灣學生會回來台灣。教育部表示，喺咧香港嘅台灣留學生攏總有1000多人，目前因攏通報講真平安。接落來，咱來關心到咱台灣嘅消息。2020年總統大選特別到了，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布講要來參選，伊嘅副手是找前聯港董事長游湘來出任，而且這回宋楚瑜是第5擺參選到總統大選。宋楚瑜表示講，是因為郭台銘宣布退選，也為了要延續郭台銘所提出嘅自由民主、發展經濟理念，才會來投入總統大選。這一場的選舉是處於從政初心最近的一次，也是像一部電影的標題叫《終局之戰》。如果郭台銘先生不退選，楚瑜不會站在今天這個地方。謝謝。先感謝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退選，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參選2020嘅總統大選，而且宣布副手是廣告界頭人前聯港董事長游湘。宋楚瑜若講起應盡參選嘅過程，在咧敏感嘅兩化政策，要保障台灣經濟和國家安全，守護民主自由價值，也更加強調對華應該愛尊重中華民國存在嘅事實，堅持以和平非武力對等協商的方式解決兩岸的爭議，但是最重要的是將來我們要接受總統、副總統可以照罵，不會被關起來，這就是我們台灣真正自由民主的價值。宋楚瑜更加表示，盡講順利當選總統，會甲公民投票的年會下修到18歲，也會降低政黨票的戶頂，提高不分區立委席次的比例，來展現台灣的多元價值。回顧宋楚瑜參選的記錄，2000年得票率是36%，超過那爺的連蕭甲。2012年，伊去互馬英九拍敗，只摕到36萬票。不過2016年摕到157萬票，這屆參選也一定會衝擊到那力，而且帶動親民黨政黨票的選情。尤其郭家軍、劉友堂和蔡慶如出席宋楚瑜記者會，親民黨不分區的名單和郭家軍的合作空間，更加引發外界聯想。我很明確地說，我們的名單當中會有郭台銘董事長的影子。謝謝。記者綜合報道。針對香港警察今日喺大學校園內面對學生起卡動手，總統蔡英文也在面前呼籲香港政府趕緊動點，唔通為了北京政府的民主，說用香港少年人來遏制，國際社會愛站出來關心香港失控的情勢。另外，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強調講，這款用情捍衛政權，早晚讓人民會甲包起來。另外，前行政院長賴清德也表示講，和蔡總統連任就是守護台灣民主的價值。我近特別通車的捷運金平站，保持總地面就差不多1.43公頃。要伫明年動工起317號經銷社會主體，用市價8折提供經銷來稅。總統蔡英文親自出席專案說明會，佢表示政府會做經銷上堅強的後盾，嘛是現基礎建議。有特別需要的地方，對特別需要的人。
我们为他们做的专案的社会住宅。那我也希望这样的模式在今天成立之后，我们可以持续的再把这个模式适用下去。那这个是我们体现居住正义中很重要的一环。垃圾政策针对香港中文大学发生港警入去校园对学生用暴力的事件，蔡总统嘛伫面册呼吁港府赶紧回头，莫为着顾北京当局的民主，用香港少年人的血来制限，爱国际社会站出来关心香港失控的情势。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款伫面册声援香港的学生，呼吁港府和暴力退出校园，强调用情保卫政权，最后一定和人民终结。22年中国统治之后。港警竟然到学校去抓人，然后用催泪弹攻击学生，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国人持续关心，这边呼吁中国应该要跟香港的人民对话拿出民主的手段解决这么严重的问题。伫台南这个府选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嘛照香港议题呼吁这届选举真要紧，一定爱和总统蔡英文连任。民进党伫为实处过半，保卫国家主权，守护台湾的民主。若是蔡老配到底什么时阵宣布？赖清德敢若表示尊重总统，一切拢先以府选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下晡甲前总统马英九做伙召开检讨民进党政府能源政策记者会。马英九批评蔡政府去年以核用力的公投通过，蔡总统共款参加反核能大游行是无重视民意。韩国瑜也讲，伫咧安全无疑虑、人民同意的情形之下，一定会重新启动核试枪。前总统马英九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再度共台，带国政顾问团检讨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韩国瑜认为，蔡总统3年半以来，能源政策和市民的需要完全脱钩。若是伊做总统，会检讨恢复家园政策，让台湾人民欠电的惊吓和水岸人生全部无去。佮强调定期核数的条件。我会依据公投的结果重新来检讨。我再重申一遍这8个字：安全无虞。在安全没有顾虑的情况之下。广大台湾人民同意，我一定会重启核四。他居然带头参加，公然带头践踏多数民意，这一种荒腔走板、反民主的行径，是国家元首最坏的示范。我要在这里恭请蔡总统今后不要再谈台湾民主了，因为你实在不配谈了。马前总统致辞的时阵，嘛回答全开，批评蔡总统行上街路参加反核游行，公然践踏民意，是元首上歹的示范。两个人拢上阵蔡政府，马前总统佫爱大家做伙支持韩国瑜。不过讲到党内备受争议的不分区提名名单，韩国瑜话就讲较保守。很多这些所公布的不分区名单的一些人选，我并不认识。这个名单能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甚至包括吴主席他个人的排名这一部分，我相信中央党部会有说明。我想吴主席从政多年，他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国民党有不分区的加来事爱解决，韩国瑜是不是伫北部要豪华主体的争议嘛也未煞？为了要消除外界疑虑，伊强调真紧会开记者会对外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哪里不分区立委名单本地在今仔日要出来啊，虽然有一寡风波。亲像在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也伫咧安全名单内排伫第10，也引起未少中常委甲批评，讲这个名单是唔互少年人机会，主席无应该列伫安全名单内，甚至是个退色抗议。另外，民进党有风声讲，前行政院长游锡堃想要争取后一届的立法院长，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对排名煞有无共款的意见，明仔会搁再来开会讨论。看到支持者的增加，由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目眶红，搁甲因揽一个，因为家己伫国民党不分区安全名单引发不少反弹，即马有人送暖，心情真感慨。不过对名单有负金牌的风声是严正不贴。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国民党13下晡举行中常会，会中中常委激烈讨论不分区的名单，一直到下晡4点半才有结果。有个人为中常委起价20，原因就是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内面，警台教授叶玉兰排第1，张秉忠熟人，800总书记处长吴思怀排第4，前立委区的入第8，主席吴敦义排第10，台南市议员谢龙介排第11，和中常委非常的不满。是你对本党有什么贡献，才会提高？
如果他连这个没办法说明的话，你说这个怎么会当本党的不分区立委呢？那赢不分区的名单，就连家己人拢批评不互少年人机会。名单10大由中央委员会议行使动议权，民进党不分区的名单嘛陷入苦战。主份提名委员会保留一式安全名单，互未来选院长的名额。但是对执行院长尤锡坤是毋是应该立伫不分区的头前，苏贞昌有无共款的意见，所以中执会下晡嘛卡掉咧无共识。那如果真的要提名什么样的人物来预计当立法院长的话，那应该在安全名单的边缘，这样才能展现一个党的气势、魄力。毕竟没有过半，怎么当立法院长？民进党不分区提名真侪波折，根据了解，立委郭建明、关碧玲经社民党调一人还魂，拢伫咧安全名单内面，只是目前对排名也无共识。中执会会伫10时早起11点半继续开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12位不分区立委名单出来了，包括着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甲立委黄国昌拢有列在名单内。不过黄国昌是列在第10。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讲，黄国昌应该排在第1，因为在明年佫有加入民众党抢到政党票，恐惊影响到时代力量。黄国昌若要调，恐惊是啉啉嘛。台北市南门中继市场开幕，台北市长郭文哲亲身参加，但是伊嘛无袂记止要祝福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勇敢向前行，参选2020总统。但是总统票伊敢会投宋楚瑜，郭文哲并无正面回应，但是伊肯定宋楚瑜出来选总统，会当甲选战有党的正确道路。民众党不分区名单到今还未出来，但是甲黄国昌交情袂歹的郭文哲，看到黄国昌伫时代力量不分区排到第4名，伊认为伊应该排第1。这样黄国昌会被做掉。如果没有民众党的话，这个排名是 OK 的。有民众党的状态下，这个我觉得对时代力量不好。有一些找来新加入的伙伴，他们希望我能够跟他们并肩作战。留在时代力量里面非常多的年轻人，我希望我能够鼓励他们，让时代力量这一股好不容易汇集起来的力量，不会因为外界的一些干扰而散掉。因为郭文哲组织政党，唔但冲击个亲民党，嘛冲击时代力量。不分区提名的排位嘛考验各个政党。2006年得到2席的时代力量，2万2020政党票会当冲到8万票。唔但黄国昌肯定冲票数的第4名，伊个积极找小灯泡的妈妈王婉玉来做伙列入的名单。我期待犯罪被害人在司法地位上能提升，包括诉讼参与、资讯咨询权、陈述意见权等等。除了司法改革的努力之外，我更在乎的是社会安全网的健全。王婉玉以被害者家属身份进入了时代力量，希望会当促成司法改革。时代力量公布的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佮包括环团出身的陈椒华、前党主席邱显智、台北市府国门宅本桥顶12个人，要拼延续国会第3大党的势力。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昨下晡森林白寮大树石化连接一枪发生火灾，造成一名员工去小着，也赶紧送到病院。云林县政府根据着空污法，甲因罚到进磅500万，也要求因爱停工。县长张丽嫻也表示讲，除了要求立钦伫咧3天以内爱提出事故检讨报告，也要求中央政府爱成立国家级的灾害应变中心。12日下晡2点外，台塑立钦东门附近的塑化炼油厂的管线断轨，虽然讲伫短短10分钟以内火势就控制掉咧，毋过造成一个员工烧烫伤来送病院。环保局甲消防局嘛，随派人来针对空气做监测，根据空污法32条加强处罚，上关500万，而且嘛要求这个区域停止作业。因为这个真正对外边完全没有影响，对咱内侧也无啥物影响的安尼怪当安尼重新处理啦，不一定要用上盖重的啦。虽然立钦管理部表示，发生火灾伫短短10多分钟以内就控制掉咧，毋过云林县长张丽嫻表示，立钦是亚洲上大的石化园区，无可能无产生任何的火灾，所以伫4月7日起爆事件了后，就开始要求中央成立国家级的灾害应变中心，毋过即马算是共款无进度。
所以我们希望，也就是成立国家级的灾害应变中心，不要再牛户化或是互相推脱，而是要积极的、迅速的来协助云林县政府在6轻邻近，我们先提出了这个林务所来提供这个基地，因为这个产权还在云林县的农业局嘛，先能够拨到环保局之后，我们有一些经费要去做整修，才可以去动，才可以去施工啦。那其实它进度没有慢。我们原先就是规划是在明年度。环保署表示，配合6轻秋区，云林县政府年中向中央争取来设环保事故专业技术小组，9月份进行现场勘查，发现基地放射阁需要修理等等的工程，预计明年初第1季人员就使来啊。不过针对国家级灾害应变中心，勘察到真侪部分，阁有真侪需要参详超测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局对9月开始一直有人去投诉讲，伫咧高雄路竹常常出现臭味。环保局派人去工场查，却发现讲，这个大门拢是业者伫咧管理，拢嘛先通风报信，甲证据毁灭掉。落尾局环保局的人员换别种方式去收集证据，真正发现讲有4间做塑胶的地下工厂伫咧偷排臭气。这4家工厂，其中有3家完全没有污染处理设备，那他们直接就把塑胶融化后的这些废气，直接用抽风机直接就抽到烟囱，直接排放，那造成整个的那边产生相关的一个味道。那另外有一家虽然它有防治设备、静电集尘机，但是整个处理效能还是不够。环保局调查，这间本地是别人的公司的厂房，应该一部分的土地甲厂房委托给别人管理，佮分租给5间工厂，其中有4间伫咧做废塑胶的回收。环保局人员对边仔的草坡收集证据，佮雄雄冲入去加查，工厂也当咧做事，也因为塑胶臭味定定飞到外口。高雄市环保局先依照空污法，甲因罚10万，若无在期限内面来做改善，相关会当甲因罚500万。伫咧新竹新丰海岸，捌有环保团体批评讲，这是上解毒的海岸线，日前开始清除的工程，想袂到一清落到底，发现有毒的废弃物竟然比原本推算更加多。也本地讲，打算在明年正月会当清了。到今仔日，相关单位也到现场去看，发现讲有影是真歹拍，可能阁爱清1年啊。塑胶管塑胶袋甚至车链也有，这是外界叫做台湾上渡海岸线新竹县新丰乡海边。原本按算明年1月已全部清除了，不过开挖了后发现有毒废弃物的数量比估算较多，短时间之内恐惊无法度解决。因为这些是属于有害废弃物，要送到台湾钢联，那台湾钢联这边它受限于它日处理量的限制所以进度上可能就会没有办法那么快，协调台湾钢联这边，看能不能尽快找一个可以暂置的地方，把这个海岸线的部分先做完成清理以后，那再做后续的绿美化工作。新竹县新丰乡红皮磅坑边的海边，20多年前被人骗落屎甲结冰敷，经检测发现大澳线超过标准，开始展开连续清除工作。未来等甲完成清理后，海洋委员会表示会参考生态保育方式。其实真的重点工作应该是做富裕，到富裕去才能够去让生态很快速的恢复。所以刚才有讲的，就用生态富裕的方式，我们去养一些东西，产生一些后续的这种连锁的效果出来，其实是一个方法之一。到现场会勘的官员地方面大是烦恼，海边四界拢发现有废弃物太空包破气，一直冲入外海。当场表达希望相关单位要赶紧处理，才袂造成海洋生态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有关台北宜兰铁骑路做直行，交通部处长黄玉林在今仔日表示，会用高铁代替铁骑路做直行的方案，确定要来取消。交通部也强调讲，高铁会离翡翠水库更较远，也会闪开南港90间爱贴的厝，未来台北到宜兰只要13分钟。为了解决哪家假日台北去宜兰交通塞车买无票问题，争论近几年北宜地铁，交通部决定以北宜高铁来取代。高铁的方案也是一个替代方案，所以就并入原来的可行性研究来进行综合规划。目前我们的规划的方案确定是以高铁
来作为直铁的替代方案，已经用高铁来替代直铁了，所以原来直铁的方案就不再推动。铁道局评估新的高铁路线比旧的直铁路线，离翡翠水库集水区更较远，沿避开南港拆迁户。以前北宜直铁是为南港到头城，高铁是为南港到宜兰平原，也为原来直铁27分钟减少为13分钟。交通部表示，会进入综合规划阶段，提高行政审查，也会环评审议。不能因为说我们直铁和高铁现在调整过这个路线，在图面上看起来相靠近，就觉得好像不需要再去做重复的事情了。这个 OT 的情况下，在维修上面的一些权责，其实都会跟现在 BOT 的内容不一样。前交通部长胡丹丹即期跳过可行性评估，对定数有疑虑，何况新的高铁延伸爱另签 OT 协约，基地票价评估报告。不过交通部强调，高铁延伸既然在速度上，因吸引更较侪人来坐，未来会甲北回铁路同时存在，这会造成铁路买无票公务大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火箭。玻利维亚总统 Morales 因为选举做票争议，伫咧7月宣布落台了后，政治高层也做回落台。国家却变作是无人带头进行，向墨西哥要求政治庇护的 Morales， 12日已经到了墨西哥。反对派的参议院副议长也伫刚刚宣布家己要来做临时总统。Muchas gracias a todos los bolivianos por tener esa fe. Esta Biblia es muy significativa para nosotros. Nuestra fuerza es Dios, el poder es Dios. Que Dios los bendiga, queridos hermanos bolivianos. 今年52岁反对派参议院副议长艾尼兹12日在国会会议当中，家己宣布伊会变成玻利维亚临时总统，承诺会赶紧举行大选。但是莫拉里斯领导的左翼政党的议员无出席，所以会议无法度达到法定人数，恐惊日后阁有变数。限制选举做手争议的总统莫拉里斯，7日伫军方、警方高层的压迫之下宣布请辞，副总统和其他政治高层嘛对立落台，国家限制权力的情况，首都拉巴斯一片混乱。莫拉里斯虽甲墨西哥申请庇护，12日已经去到墨西哥，伊嘛感谢墨西哥政府的救命之恩，国际即对手发动政变赶伊落台，并且悬赏5万美金，超过代票150万，甲伊对杀，所以伊才会甲墨西哥申請庇護。Porque el presidente gobierno del pueblo boliviano me salvó la vida. ¿Por qué digo esto? El 9 de noviembre, sábado, cuando llegaba a la zona del trópico de Cochabamba, un miembro del equipo de seguridad del ejército. 莫拉里斯嘛表示，只要伊活力，就会留伫政坛。伊的支持者12日嘛伫拉巴斯中部城市戈查班巴发动示威，要求莫拉里斯转来继续做总统，但是嘛和警方爆发冲突，互警方发射催泪弹赶走。全球领导人对莫拉里斯请辞的代志反应真两极。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莫拉里斯落台代表西半球民主重大的时刻。委内瑞拉、古巴、阿根廷和俄国政府都发表声明，不满莫拉里斯伫咧军方的逼之下被逼辞职。Hablé con Evo y la situación en Bolivia, saben ustedes, ha sido Bolivia está parada en un caos. Salió Evo y Bolivia está llena de represión, violencia, muertos. Nosotros creemos en el diálogo como único mecanismo de salida de cualquier crisis que pueda tener una nación. 另外，7日宣布这届选举确实有严重做手情形的美洲国家组织，12日伫美国华盛顿总部召开紧急会议。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官员拢表示，莫拉里斯应该爱落台。墨西哥、乌拉圭、尼加拉瓜的官员是谴责讲这是一场政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针对总统 Trump 的弹劾调查，13进入公开听证的阶段，民众会当透过网络甲电视来看直播，听证人讲 Trump 乌白用伊的职权威胁乌克兰，替伊调查选举对手的经营效果。用这款网络直播的方式，可能让大家会讲有无同款的想法。经过第一阶段的闭门调查，美国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13举办公开听证，希望讲公开有力的证据，证明川普滥用职权，争取民意支持因正式担任川普。接落来代志发展一定会搁一届引起国民的关心甲注意。
question is how the narrative will develop in these competing media ecosystems where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are spinning out different storylines on what was actually said during these hearings. 第一波出席的证人包括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泰勒、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副总理国务卿肯特、前驻乌克兰大使尤凡诺维奇。民主党希望证人说明，川普甲乌克兰新总统泽连斯基伫通电话的时阵，阿别要求调查家己的政敌拜登的后生，而且伫咧乌克兰石油公司做事的时阵有涉嫌不法的行为，佮甲军事援助扣掉咧。共和党希望讲会当传唤逼消息出来的人，啊，毋过民主党无啥可能会同意。 而且就算讲众议院真紧就来通过这个弹劾案，啊，毋过等到送去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的时阵，嘛真歹过关。So what they do is they go all over Washington. Let's find the 10 people that hate President Trump the most, and let's put them up there. 伫咧尼克森追问事件，克林顿妨碍司法公正案了，这是美国国会史上第3届对总统提出的弹劾案。对一届电视转播弹劾听证已经是20年前，迄当阵克林顿总统是平安无代志，因某希拉蕊后来嘛选到参议员，而且佮连续2届来拼总统的台位。2012年伫咧党内初选输予奥巴马，了后2个来做国务卿。2016年是正意外来输予川普。 即马2020的选择，民主党参选人的气势无够来压迫川普，要替希拉蕊出来选的声音搁出来。最近伫咧英国宣传新册时阵，希拉蕊承认讲受到真大要苛刻伊出来压力，啊毋过无甲话答真个，表示讲任何代志都有可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澳洲的东部，目前是野火烧未停，而且面积也已经超过101万公顷。当地政府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上大城市雪梨也可能会受到野火威胁。 几片森林拢是乌烟甲大火，消防队员喷水犹原是无法度拍火。澳洲东岸大片地区野火摧毁经济问题上大都市雪梨也搭伫烟雾当中。当局宣布新南瑟威尔省甲昆士兰省进入紧急状态，两省目前依然有超过150个1000公里的火场，炭烧面积也超过110万公顷。 Most pleasing out of yesterday, without a doubt. Is that we've got no life-threatening injuries and we have no people unaccounted for right across the enormity of these fire grounds that are burning more than 1 million hectares.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野火为顶礼拜5到即马已经夺走3条人命，烧掉将近200栋建筑。昆士兰东部沿海小城叶棚几年前才遭受到热带气旋，即马爱搁互野火烧。 I think I'd rather take the cyclone than the fire. She wiped out a bit more, but we got our lives. That's the main thing. We've still got the block, so rebuild and go again.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全球气候变迁和澳洲东部的森林大火更加严重。 Australia's climate has warmed by just over 1 degree C since 1910.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heat events, and heat obviously does play a role in fires. The current fires are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cluding low soil moisture, heat, and importantly, wind direction and wind speed. 澳洲当局估算，目前野火灾难程度已经小可降低，不过15到18月又搁出现危险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台师大退休的副教授施进平，去年8月去到中国学习中，到今已经1年3个月。今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对外表示，施进平有做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也已经被抓起来呀。我们当然是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犯罪活动所以最近你举的3个。 案例都是因为涉及都是因为当事人他们从事这个涉嫌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大陆有关部门依法审查。日前有风声讲，习近平关伫咧北京，被判刑3年外到4年。中国国台办在今日表示，习近平有做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相关部门当然依法办理。 中国也已经通知被抓起来蔡金秋、李明基和习近平3位台湾人的家属，相关案情也目前等待审判。
伫咧10月初六，有一名适龄的台湾人伫咧香港共抢劫，当港就坐飞机登来到台湾，互号做是台湾版的单东家案。香港警方掌握到适龄嫌犯的行踪了后，伫咧11也甲伊抓到，也甲伊声压起来。虽然根据着港澳关系条例，会当用台湾的法律甲治，不过检方也讲，目前也无完全掌握事情。香港敢会提供相关的资料，也阁唔知咧。为水厝的所在路楼，警方马上向前，将少年10人压制伫涂骹。警方伫少年10人水厝的所在敲出270多万现金，还有4支落地，全部拢是不法所得买。警方才押少年10人涉嫌顶个月初六伫香港的钟表行抢2支新合票，将近400万的表啊，也伫当日坐飞机登台湾，警方顺线抓到人，伊拢伫两华加东亚顶地犯案。他会利用今天前往该地哦，然后明天抢完之后，立即就直接驱车前往这个机场来逃逸，也因此造成他能够在很短促的时间之内逃回国内，而没有被这个犯案地的国家警政单位查缉到案。警方掌握伊为今年5月开始犯案，不法所得超过1100多万。最近一件就是香港这一件，虽然港台无司法互助，不过根据港澳关系条例，台湾人伫香港犯强轻蹲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都适用台湾刑法规定。牵涉加重强盗罪嫌，属7年以上有期徒刑。台湾有司法管辖权，不过检方承认，目前事情提得有困难。那我们非常需要这个案件事隔的证据全部汇集到台湾这边来哦，那台湾的检察官以及警方这边才能够完整诉追这个案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说，在比较后端的部分哦，当我们想跟他来做进一步的在执行上面需要的沟通的时候了，那可能在目前的状况下，应该是有些难处。检方指出，侦办过程中，香港方面只提供人名甲犯罪概要，不过相关监视器甲证据拢无法度完全掌握。目前少年10人被依加重强盗罪成案标准，只是案件要办落去，还有更加侪证据，才能将嫌犯定罪起诉。不过香港方面已经提供偌侪证据，检方讲目前拢也在协调中。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抗争已经5个月了，香港政务司长张建宗开喙谴责暴力，并且也表示讲，伊有才调会当止暴制乱。不过反送中的争议也引起国际讨论，美国有几啊位参众议员拢伫咧推特发文谴责香港警察，也声援示威民众。现场的车导火爆炸，警方阁继续发射催泪弹。昨日暗时，香港大埔、旺角、甲九龙等等的地区拢发生警民冲突，毋是干那伫街仔路示威，还阁有办公室商场拢去用破坏。香港政务司长张建宗13阁一届来谴责暴力行為。暴力破壞、肆意攻擊他人咧，呢啲行為咧，呢啲違法行為咧，絕對唔係達到目的嘅手法，亦都係冇出路嘅，亦都唔會得逞。咁所以咧，特區政府咧一再重申咧。我哋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咧，係止暴制亂，亦都係全力支援警隊，嚴正果斷執法。反送中的抗爭已經連續5個月，唔但無要停落來的感覺，顛倒衝突更加激烈，引起國際關心。美國民主黨眾議員霍耶爾伫咧推特破文，指出香港警察入去大學內底對示威者採取暴力的手段，讓伊感覺真操煩。強調講，會甲反民主的示威者徛鬥陣。參議員梅蘭德茲、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賈德納甲史考特，嘛小連續來推文關心香港的政策，譴責香港警察。英國幾個上議院的議員嘛，寫批口檢調大學的沃爾夫森學院，指出香港的問題是因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無廉介的做法所造成的直接結果。佮講到伊做出一系列錯誤的決定，包括對抗議人士的審判也有監禁，而且取消民主候選人的參選資格。所以，伫這個所在要求取消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名譽意思。就是經過5個月，但是好像就是看不到一種可以用一種溫和方法解決的一些方向。看到這個問題解決的希望呢，我們現在是很悲觀。我這樣說就是雙方的仇恨很大，雙方這個要解開的已經很難。香港抗爭行動已經繼續5個多月，戰線已經對街仔路拖到學校去。學者指出，林鄭月娥伫咧甲北京政府會面了後，香港政府處理市民抗爭的態度是愈來愈硬，但是示威者的行動嘛愈來愈激烈，雙方趕快是無共識，看起來想要香港伫咧短時間以來恢復平靜，確實有困難。記者綜合報道。
世界12强棒球赛伫咧昨台湾队用7-0拍败真强的对手韩国，有机会去奥运搁再拼。先发投手张毅到6点2局拢无达到半分。有评论者认为讲，台湾队除了会当拍赢韩国，除了选手真高以外，比赛以前的前部收集小组要斗3天。所落来15会甲美国拍，台湾队必须要搁较拼势，才有机会入到决赛。这个小孩子真棒，我自己也蛮压抑的。拼顶挂中华队投手张毅的海报，张毅用112球6点2局无失分的好表现，互中华队第12以7-0完封韩国队。人伫花顶共款是运动员的爸爸，感觉真光荣。张毅他这次12强，他确实心理素质上已经改变很多。其实我也就比较不会紧张。每次看到球迷的留言，大家在那种沸腾，其实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谢谢球迷对张毅的支持。台湾加油！先发投手张毅就算伫头前2局拢面临失分的危机，但是靠强大的心理素质成功收场。中华队除了靠投手阵容压制韩国，打击阵容大调整了后，主本定位伫后补保守的高宇杰总先发出赛，2支安打1分打点的演出，半因骑兵。队友阁继续成功拍败对手。总教练洪一中表示，赢到比赛毋是靠运气，其实早伫今年年初，中华队已经和屏东美和科大组成竞速小组，掌握各队对手竞逐。有一个多达大概10几位的，也就是科班的棒球员，在协助看这些上千上百支的各类外国的投打的这些影片。中华队在这些整理过的资料过后，再搭配上这一次当场现况他们赛会看到的选手的一些近况，所以昨天获得很大的一个成功。中华队15和16会迎战美国和澳洲，中华队未来2战的对手会伫13中斗登场。澳洲以2-1拍败美国，互战况更加多变。球评认为，中华队若想要晋级，就要步步为营。那各队的战绩变得很混乱，甚至我们都还有打冠军赛的机会，但前提是我们要赢，必须要有更快的适时的突破，还有尽快把比分拉开。我比较不担心投手，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投手在压制他们的打者部分。亚洲区的球队南韩、中华甲澳洲，目前无啥人确定会当摕到奥运门票。中华队必须要2场总赢，才会当伫咧第2届12强赛摕到上有利的名次。记者综合报道。非洲地震伫咧亚洲地区有影是真严重，农委会表示，台湾有17间的饲猪仔场违法用喷来饲猪，拍算要来修法，会当甲因动发。另外，也新增加对网络平台买卖加强管理条文，若准贩卖境外动物类的相关物品，上当会当甲伊罚15万。我不是在很多的电子商务平台会贩售来自贵州猪瘟地区的肉品或肉制品。那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抓不胜抓。我们即使有各种屏蔽的效果，还是会有3不5时在卖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提高所有的罚款，3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没有改善，我们就会再加。除了加强对网络商务平台管理，农委会表示，未来若准故意乱传乱讲病死猪甲非洲猪这个假消息，若准是影响到防疫，会当罚5万以上100万以下。而且，这个法案若准顺利来通过，15就会当立法院3读通过。另外，有风声讲中国发生第2批的非洲猪瘟疫情。若讲到夜点费，本地是头家伫咧暗时补贴予轮班员工食点心的费用，敢有算是工资的一部分，定定引起着争议。台北市政府在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讲台北市政府的部门机关所发的夜点费，算是工资的一部分，会当有6000多位的劳工会当领到，但年会增加1700多万的人事支出。清洁队员伫大街小巷无营收本数，常常无应该3更半暝才下班，所以暗时10点过后的夜勤人员拢会发夜点费。不过夜点费到底是毋是算工资的一部分呢？台北市府先宣布，各机关所发的夜点费就算是工资，按照各项给付计算基础，有讲有6000多位市府劳工受惠，每年会增加1700多万的人事支出。环保局为例，他们没有所谓的夜勤津贴，他们有夜点费，所以转而就是说，那到底夜点费是不是实时工资？我们劳动局是依这个性质去认定，那个就是工资。市府表示，夜点费是针对夜间轮值人员点薪费用，目的咧慰劳因夜间轮值的辛劳，因为夜点费有劳务对价性，并且属于正常性给付，参考各级法院判决。
劳动部解释了后，认定是工资的一部分，也就是讲，夜点费会纳入未来退休金平均工资计算基础。各个企业都常常用很多名目在规避劳基法。那一个政府你要他认为自己像以前那样做是错的，其实并不容易。这是台北市政府愿意认定。政府强调，涉及夜点费纳入工作机关有环保局、台北捷运等14个局处单位。随生效，台北市府也加入全国第一个认定夜点费是工作的事业单位。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块2.2公顷的公共设施保留地，不过自民国47年规划到今，却拢无继续来征收，也因为土地无法度贷款买卖，居民才会当搭铁厝来住。互民众质疑讲，市政府是故意放咧胡乱。伫嘉义市中心附近有几排的铁厝，但是对民国47年讲要征收到今，一直拢无执行。所以，这附近的地主拢无法度买卖，也毋敢修理厝，只希望政府会当有一个决定，莫互因搁等落去。起也毋对，毋起也袂使啊，对吧？你有诶旧诶，你若像日本厝老咧，就到即摆嘛无效。是。像这有诶还搁当日本厝诶。大家要买人有诶毋敢买，人讲惊万一若要征收，根本即条嘉义市即个市交通讲无即个土。你若拆甲伤过宽，无效，等像咱民生公园啊，意思相像。嘉义市民生600路差不多1公里长，分为做公路16，预定要进行绿廊道的开发。市府表示，征收的费用初步估计在16亿以上，若是要改变，嘛需要考虑到都市整体的规划。市府现在也正在办理了我们的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的一个专案通检。那它这个后续，它到底要维持原计划，或者是要解编？市府这边会邀集我们府内的公务处、交通处以及都发处等相关单位，再来研议它后续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民众表示，因自细汉伫遮住到大汉。因为征收的关系，土地无人敢买，厝嘛唔敢改建。看到对面的厝一间一间在起，因嘛希望会当改变，甲土地形印，互因会当自由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潭子的社区营造中心举办联合成果发表会，有的社区是搬现代剧，也有社区用白米做出一部45公尺长的米陵，互来参观的民众会当了解到在地文化。唔能行最头，演出台湾传统的嫁娶礼俗。这是大丰社区安排的大丰姑娘无出嫁行动剧，配合潭子区公所举办社区营造活动，từ市定古节德兴山庄老日出嫁。社造里面，我们有很多这个社区有展现他们的特色啊，然后让我们的乡亲也知道，更认识我们潭子的各社区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还有这个特点，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发掘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可爱的地方，也可以行的地方，也让我们潭子的一些社区能够更展现他们的特色。这届活动唔但以德兴山庄做背景表演，佮做一尾45公尺长的米龙。米龙以前是庙司安地基用的，透过这摆活动，互参加民众了解传统礼俗。会因为什么场域而抓出他觉得在这个场域适合的一个龙形，然后因为他都是在做一些庙宇庆典的一些活动，所以说他对这个米龙里面是我们全省应该是屈指一手的。活动由社区来摆搭，展现今年社造中心甲大中市文化局社区营造点的计划成果，希望让大家了解潭子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家己住伫大家，哪会当知影讲蚵仔是安怎来的？由大家社尾德化国小也家己来种蚵仔，对种植到收成也学着对土地疼惜。伫咧台中大家社尾德化国小内面有一区蚵仔田，是学生囡仔开10个月时间，对种植到收成拢是家己来的。透过实农教育的过程，互学生囡仔了解大家蚵仔是安怎来的。大概10月岁10个月后才会，10个月后就会收成。然后拔杂草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都一直被蚊子叮。然后太阳又很大，我们大家都很累。
大粒竿、小粒竿，一批蚵仔都对田里挖起来，佮甲草坑卸掉，土洗好清气，逐粒拢嘛真顶斗，煮起来一定松松。不过，这款蚵仔算毋是学生囡仔家己要食的，是要用寄卖方式来做公益。在义卖之前，他们除了这个今天的采收之外，他们必须事前做一些功课，包含说他们怎么去跟人家，跟做推销。那他必须在语文能力上面有做一点表达，还有写一些文稿。再他们出去也要做海报，所以在艺术与人文的部分，他们也去设计了海报。那学生囡仔学着安怎推销，佮爱甲蚵仔论斤称量去卖。义卖蚵仔这项代志，也甲人文技术、数学、基本社会关怀拢总相牵连。这款义卖的钱也捐予社会福利团体来做公益。虽然收成的蚵仔学生囡仔食袂到，不过透过用心设计的实用课程，唔那是正学，也学着关怀社会的好处路。记者综合报道。对2012年开始，金曲歌王谢炳佑和一群少年人做伙办南口音乐节，在今年要跋杯请示妈祖地点甲主题。在今日暗时10点，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做伙来看因的青春美梦。今年台南口音乐季闹热开始，这是金曲歌王谢炳佑甲一群青年志工7年来每一年的大代志。我想要30通会，伫台南就是年轻人回乡帮忙，或是去发扬故乡文化。故乡文化这个其实就这样来做。延续阮去唱老人院的迄个感觉啦。阮面包车本地就是为着要唱养老院、老人院而成立的。那然后我们还是一直在唱这些歌，但是我们会经过改编。今年南口音乐季伫正兴街举办，佫是伫妈祖的面头前跋杯决定的，主题是破坏，是由少年人做伙讨论出来的。正兴街以往做代志的方法，就是感觉较破坏，就是无一个纹理，无一定爱做规矩的。一般主流价值是安尼做，咱就是做一个较另类的做法。破坏了后，就是中建南口音乐季结合在地文化甲现代音乐，少年家用唱的唱出对未来向往，嘛互台南囡仔有一个回来理由。Local is global， 越在地它就越国际。因为你若知影你家己的经历到位，你就袂讲人咧做啥，你就干那对咧做啥，你的心态较稳定。和朋友玩一个 slogan， 让台南的孩子有个回家的理由。记者综合报道。鹿港拍摄的艺师陈万玲，伊用一世人的功夫，将拜拜咧用的写做甲真有艺术感。不管是旋锣、射灯、祭台、花间舞赛，真侪庙宇的大殿，拢会当看到陈万玲的作品。伊也开始走访艺术，要互民众看到台湾工艺精彩。一手揢铁锹，另外一手举钢推啊，轻轻啊讲出无同款的造型。设计大师陈万玲今年75岁，伫咧设工世家出世。伊的爸爸也个阿公迄一辈，拢伫咧中华鹿港做设计。陈万玲伫咧14岁，就对伊的老爸学手艺，一做就是一家子。咱古早有一句话，做日本看高仪地起，桌顶看花间舞赛。当时迄个时阵吼，大家拢用神图，神图就是较少的所在啊。你要摆什么灵节红甘灯，迄根本无可能。所以我就用灵甲灯甲合作一个，或做龙柱灯，才有这款的物件的产生。50年代的台湾，无论是做事人或者是士绅，为着要展现出来底的财力，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厅堂摆各种的饰器，饰工艺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代表。不过因为机械化量产制品，常常要甲实制品取代去，最后继承设计的陈万玲积极创新，后生也斗阵甲伊拼。工艺去代表结合台湾的意与正。它不好做的是，因为它复合很多的媒材，是锡、青铜跟红铜。特别的是，而且它有加上彩绘在脸部，用色彩去表现出它的一个特色。另外还有最困难就是它的姿态。用真侪种金属媒材展现台湾顶头观众秀的气势，陈万玲爸仔囝要做伙行出属于今的设计之路，也要继续把这项有路，佮代表台湾精神的工艺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
北部地區對19度到23度。中部地區對19度到28度。南部地區對20度到29度。東部地區對19度到27度。咱來看外島地區，對18度到25度。抑閣有未來3天的氣象。新闻的最後也帶恁來到羅西亞看機器人踢骹球。感謝恁收看今日的AM新聞，我是嘉豪，馬上同一時間咱再會。